大家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尤伯牧师。今天5月1号，我们要分享的是为五斗米折腰。我们要读士师记第17章7到13节。弟兄姐妹，我们先来读今天的金句。米迦说，现在我有一个利未人做我的祭司了，上主一定会使我兴旺。士师记17章13节。有一句成语，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全全是乡里小人邪。这则成语出自《晋书·陶潜传》，就是陶渊明，他为了要养家糊口，于是就做了县令。但县令的俸禄只够买5斗米。有一天呢，上级派游督来督察，为人骄横的游督一到彭泽县，他就差人把陶渊明叫来见自己，而且要穿好官服，否则将影响他的前程。这时候陶渊明忍无可忍，他说：我不能因为5斗米而向这些乡里小人折腰。于是他就交出了官印，不干了，回乡下来种田去。所以这个词主要是在说他有骨气，不趋炎附势的性格，不为了微薄的俸禄而弯腰行礼。昨天的经文写到，随着米迦的神坛欢喜开张，另外一个人物少年人利未人登场了。从17章到末了，上帝的灵记录下这么一些事情。那基本的原因不是让我们去知道历史上曾发生过这些事，而是要借着历史上所发生的这些事来指出以色列人他们在上帝面前的属灵贫乏光景。17章的第6节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照自己眼中看为对的去做。在17章的第6节，意思就是说，他们背弃了这个王，就是背弃了上帝，随着自己的喜欢去行事。因此呢，米迦和他的母亲在自己的家里设立祭坛。他们以为他们所做的这一些宗教仪式、衣物啊及摆设啊，就足以表示他们敬畏上帝。殊不知他们所做的是背离上帝的吩咐，而沦为敬拜偶像。上帝虽然没有给利未人产业，但是上帝让他们在以色列地最好的城镇里，给他们有居住的地方。所以呢，利未人都是居住在一些很好的城的周围。那为什么我说他们是很有福气呢？因为他们住在伯利恒，这伯利恒是丰富之地，被称为粮仓。但是这一个少年人，他在伯利恒混不下去，活不下去。我们不知道他遭遇了什么事，他没有办法在那里生活，因为他没有得吃，在那里他的生活成了问题。所以呢，我们就看到他来寻找居住的地方。他离开了伯利恒，他就要到其他的地方看有没有可以居住下来，有工作可做。结果
他就找到了以法莲山地来。刚才有讲到伯利恒的意思是谷仓或者是粮仓，应该是很丰富很富足的地方。那伯利恒在以色列地是充满了丰富，但是他离开了伯利恒，到了以法莲山地，就找到了米迦的家。米迦就问他：你从哪里来啊？他说：我从犹大伯利恒来，我是利未人，我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因为在那一边我住不下去了，我没有办法在那边生活，不是那个环境对我不适合，是我在那里得不到粮食的供应，所以我就要出来看看有什么地方我可以找到生活的。米迦一听，哇，马上他心里就亮了。我设立了祭坛，让我儿子做祭司。他觉得可能这个事情不大妥当。现在有一个利未人来了，好极了。他马上就对这少年人提出一个意见。他说：我可以提供给你住的地方，我也可以给你工作做，并且我很尊重你哦。如果你答应我，米迦说：做我的父亲和祭司吧。另外也有说做我的顾问和祭司吧。每年呢，我就给你10个舍客勒银子，1套衣服和每一天的食物，好吧？哇！这个少年人就说：好得很，这个交易就成了。虽然利未人在他家里做了祭司，米迦也好像心安理得的。但是我们留意在17章的末了，米迦说了什么话？米迦说：哇，现在我知道耶和华赐福于我，所以呢，刚才我说他造了那个神像，硬要叫他就是符合耶和华的这样的一个诫命哦，因为他以为他并不是侍奉那个神像，而是他在侍奉耶和华。弟兄姐妹，这样的错误的信仰，你看到是什么？人做了愚妄的事，他还以为是讨上帝的喜悦呢。在18章我们发现，哇，原来这个唯利是图的利未人是摩西的孙子呢。他以侍奉杜父为侍奉神，他为5斗米折腰，他竟然以为敬钱就以敬钱为得利的门路，做职业的祭司来度日。更严重的后果是使参与这活动的人有虚假的安全感。米迦他有把握的说：哇，现在我知道耶和华必赐福于我，因为我有一个利未人做祭司。是真的吗？任意而行，照着自己喜欢的去做，还想得到上帝的赐福吗？现在我知道耶和华必赐福于我。他说的那么肯定，可惜是他不知道自己的不知道。我们来默想，我们是不是像他一样不知道自己的不知道？我们是否为了生活或工作的所需，而在信仰上违背了上帝的心意，并做出了妥协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求你保守我们的心，能够让你来掌权，让圣灵来引导，不背弃你的真理，而是明白你的真理，不随自己喜欢的去做，也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物欲的诱惑，
不让我们在信仰上做出妥协让步，帮助我们坚定能够遵行你的旨意，也能够讨你的喜悦，而不是讨人的喜悦。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订阅并给我们鼓励与代祷。我是尤伯牧师，祝福您平安、健康、喜乐。我们下次再见。